肉圆的名称，伫台湾的各地有无同款的写法甲念法。讲到肉圆，除了要加咸、袂加咸以外，上会当引起台湾人讨论的，就是肉圆的料理方式。大家定定会讨论是煎的较好食，还是吹的较好食。伫咧100年间，演变出各种的食法甲模样。为肉圆，就会使看到这个岛屿面顶的居民创意变化万千，嘛会当感受到每一个县市拢有伊特殊的好滋味。公视台语台，台湾好滋味，上怀念的迄一味。